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钱柜 KTV 的大火，烧死6个人。这个重大的公安的疏失也未结论咧，结果即摆阁有官员来食钱。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2个承办人员负责电梯抽验相关的业务，嘴啊被开，借机会甲厂商讨要爱钱，才甲验收来放水。甚至因为检查的业务量真大，因私底下请助理。 嘛叫厂商爱出这个助理的薪水，真假讲讨。你这样子会伤到人哦，先生，雨伞会伤到人啊！雨伞会伤到人。交保了离开，突然间转去弄记者，检验员因着案情绪激动，因为检调的大动作传掉39人，就是要调查台北市政府都发局的承办员有提红包。 头礼礼，这是建筑管理工程处使用科的承办员，负责建设新港设备委外抽验标案。但是签过火灾了后，发现新据点复兴店有5部在材的火推无使用许可证。彰化总透过协会秘书长，原本电梯完工了后的检查费，干那1000多块，提高报价到3000多块，加收的钱就入去彰化总的口座。甚至伫今年5月的时阵，发现家乐福桂林店。 新港设备检查的相片有假，设备公司和委外检查协会付8万块，想要按呢个代志解决掉。彰化总和职务代理人周宗基，佮找另外1个人，3个人来分助理的薪水。8万人的团体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人都没事嘛，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小的问题，都是那种比较低阶的。我是相当有自信的，中高阶的不会有问题，但是那低阶的。 有时候还是要去查为什么。市长郭文铁自称是清廉，连任了后年半，就发生3摆局处去检调搜查，看你外界眼内，伊讲的话，敢若亲像有拍折。